代替预料调整380多班列车的时间，不过新的时间表是已经印10万份啊，才发现讲车帮到站的站名去印了唔对去。代替讲这是厂商伫咧排版的时阵有重大，而且员工改改过来，不过这也是引起不少民众的批评。代替2日起进行改点，386个班次时刻拢有变动。代替因的10万份纸本时刻表，由各车站服务台提供，一个人限领1本。代替员工以缩时领记录，真侪民众拢来提新的时刻表，也毋过民众发现时刻表出现印唔对站名的状况，以沙轮支线列车为例，3774列车明明只开到台南，煞显示开到神华；3976列车开到神华，显示开到台南，恐惊误导民众。印错的话就很麻烦，我是还没看到最新的。应该不用了吧？现在大部分都是网络上面就可以查得到啊。代替回应站名印唔对是厂商排版疏失，同时代替 Apple 官网自行拢请卡已经请厂商甲校对人员检讨，会以公告甲5刊积极保证。代替产业工会指出，其实真侪中高龄族群拢是也是靠纸本时刻表，这项疏失唔但影响旅客，也加重第一线员工负担。除了爱无用接下来，也普遍爱承受旅客情绪的指责。刊补的这个夹页就要再重新索取，那其实是会造成第一线同仁一个非常大的困扰。台铁如果再不去检讨自己在做的这些事情上面验收以及这些效率的话，其实就算是公司化，我觉得也很难改变。产业工会指出，为细节都当看出代替无够周全，呼吁代替应该爱更加斟酌，伫改革路上更加爱谨慎面对。记者综合报道。